09年第4題，羅先生會用一個程式去計算兩個整數嘅最大公因數，即係 HCF 啦。咁步驟呢就分開5個嘅。第一，先係輸入兩個數先啦。第二，咁當 A 係細過或等於 B 嘅時候呢，就我哋會將個 B 減 A 擺落個 B 度，咁即係 B 等於 B 減 A 啦。咁而步驟3就交換 A、B 兩個數值。咁第四呢，如果 A 大過0嘅話呢，就跳翻去2嗰度，一路繼續再做。咁最後輸出個 B 嘅值。咁 A1，咁隔離呢個流程圖，你見到有啲地方係空白咗，咁而有啲判定框亦都係冇咗是同埋否啦。咁所以應該要填上啲乜嘢呢？咁啊答案就係當我哋輸入咗 A 同埋 B 之後呢，如果 A 細過或等於 B， 咁即係呢個步驟2呢，咁就是嘅話呢，就會 B 等於 B 減 A 嘅。咁如果否嘅話呢，我哋將兩個呢，步驟3將兩個對調，咁答案就係 temp 等於 A 等於 B 等於 temp， 就將 A、B 兩個調轉嘅啦。咁當 A 大過0時候，步驟4，咁就會跳翻去步驟2，咁所以是嘅話就上翻上邊啦。如果否嘅話呢，就輸出個 B 啦。問題 B， 如果我哋輸入嘅數 A 同埋 B 係-5同埋20嘅話呢，咁究竟會發生咩事呢？咁我哋發覺佢就會無限咁循環，跌入一個 infinite loop 裏面就 loop 死嘅。咁原因就係當我入咗 A 同埋 B 嘅時候，咁 A 係-5 ，B 係20先算啦。咁-5呢係細過20嘅，咁所以呢，是嘅話呢，就 B 等於 B 減 A。咁 B 減 A 呢，20減個-5呢反而係加嘅，咁所以變咗做25。咁翻上去重新再做，咁一個-5一個25，咁依然都係呢 A 細過 B， 咁所以呢，佢永遠係咁一路加落去，咁個 B 就不斷咁樣加大啦。咁所以永遠都係個 A 係細過 B， 咁所以不斷做翻呢個循環啦。咁所以要改善呢個情況嘅話呢，可以點做法呢？我哋喺輸入之後呢，我哋做一個檢查，就 check 下如果係負數嘅話呢，又要佢重複再入過，咁加個 loop 落去，咁就可以防止正話嘅情況發生啦。C， 咁我要實現呢個算法，咁即係要將個流程圖轉做一個 program 寫出嚟嘅時候呢，咁羅先生就決定用高階語言，就唔用低階。咁點解呢？咁原因就係呢，高階嘅語句呢，一句就可能等於低階語句好多句噶啦。咁所以我哋寫 program 嘅時候呢，係簡單啲，容易寫啲，同埋會短啲嘅。咁而且容易編寫，容易明白啦。第二，因為 Java 係一個跨平台嘅語言啦，咁羅先生就決定用佢嚟寫啦。咁跨平台嘅特性有啲咩幫助呢？咁答案就係佢喺不同嘅操作環境，咁例如 Windows 啦、Unix、Linux 上面呢嘅運行呢，係都唔會有問題嘅。咁因為佢係同機器無關啦。咁呢啲我哋叫跨平台。咁到 D 啦，當佢完成咗個 program 之後呢，佢會加一啲嘅注釋嘅語句。咁呢注釋嘅語句呢，個內容係啲乜嘢嚟嘅呢？咁答案就係呢，會係一啲嘅編碼上面嘅一啲描述或者解說，一啲解釋或者啲額外嘅資訊，等我哋可以明白，可以清楚明白個 program 寫啲乜嘢呢。第二，咁注釋嘅語句對於我哋執行個 program 嘅時候出嚟嘅目標碼個 EXE 有冇影響呢？答案係冇影響嘅，因為電腦係唔會睇注釋碼嘅。注釋碼只係俾翻我哋俾翻人睇啫，俾 programmer 睇啫。第三，咁點解我哋發展一個大型大規模嘅程式嘅時候呢，呢個注釋語句係非常咁重要呢？咁因為呢個呢係俾翻開發人員可以好容易閱讀同埋追蹤翻個程式，咁對個程式嘅了解可以加深，亦都係方便我哋溝通同埋做測試嘅。咁再長遠啲，將來我哋有需要再修改個程式嘅時候呢，咁可能要靠呢啲嘅注釋語句呢去了解翻個程式做啲乜嘢嘅。咁甚至可能呢，程式嘅作者如果係辭咗職走咗之後呢，咁將來有人需要跟進個 program 嘅時候呢，就可能要靠呢啲嘅注釋語句呢去多啲了解翻個程式係做啲咩噶啦。